暑假有多項嘅道路工程開展，或多或少對市民出行會造成影響。有團體期望當局進一步優化工程相關嘅行政審批程序，強化信息發布以及現場疏導。有交諮委建議政府近期開展新工程嗰陣，參考以往預留管線技術經驗，減少未來道路重複開挖。正值暑假，本澳多條主幹道都正係開展道路工程。有市民表示，道路工程影響出行，會因應情況提早出門口。屋企門口都掘到不得了啊！周圍都掘，上咗不住，點解喺呢度去過？點解呢次都唔係嘅？呢啲經常都有㗎啦，自己不過自己又提早啲啊，都話是咩咯？自己去揸主意咯。我覺得應該分開一啲時間同埋區域會比較好啲。即係如果比較擠塞啊，平日啲人流多嘅地方呢，就會選擇喺暑假嘅時候會好啲咯。咁因為減少咗出行啊嘛。咁但係呢，如果平常嗰啲道路唔係太擠迫嘅時候，就可以選擇一啲好啲嘅空閒啲嘅時間咯。工聯副理事長李正儀表示，暑假進行道路施工難以避免。雖然道路工程協調小組喺工程協調上發揮作用，但係仍然有優化空間。並建議有關當局進一步壓縮工程相關嘅行政審批時間，要同時監督翻啦所有嘅工程佢嗰個進度啦，即係嗰個時間有陣時真係除非緊急嘅，如果唔係一般喺計劃內嘅工程，尤其是大型個工程都希望加快翻佢嗰個工程進度盡量減少對路面開挖嗰個或者係群眾嘅影響啦。未來同工程業界溝通好，喺一啲道路開挖嘅工程上面個時間序，或者係啲行政嘅審批點樣去優化，即係盡量去壓縮翻嗰個時間，令到個工程可以加快。